嗯，大家好啊！我係香港註冊中醫師余德賢啊。我今日要同大家都係分享耳部按摩保健與產治。我哋今一集係講中風後遺症。一九大約喺1975年左右咧，我喺中國工作嘅。咁有一日咧，有一位瞓喺當架喺燈架上邊咧，有個身份唔簡單一個中風嘅後遺症嘅病人，大約60歲左右啦。咁佢係腦血管意外嘅偏癱嘅，語言表達好困難。我即刻俾佢同佢醫，同佢針灸治療啊，語言產治啊，語言治療啊，咁佢好快康復喎。咁佢每日咧都朝頭早咧喺我哋個院入邊咧掃嗰啲落葉啊，掃地啊，都係做運動。有一日咧，佢好高興就入我診所，醫生，我頭先喺大會仲發現啊，哇，好開心啊！呢個咧就係我第二個中風嘅後遺症嘅病人啦，係啦，第一個中風嘅病人咧就係1970年左右啦，初到啊，咁咧有一個瞓喺木板車上邊。當呢嗰個年代冇咩汽車嚟推，都係用木板車推過嚟。咁咧呢個病人咧有幾個親人推過嚟嘅，咁啊中風後遺症啦、面癱啦，咁我就同佢用都係用語言啦，同埋睇針啊、針灸治療啦。冇幾耐咧，呢個病人咧就由佢嘅親戚、佢個屋企人咧陪佢行嚟啊，唔使瞓喺板車上邊。冇幾耐咧，佢有一日咧，佢個女咧就問我話：醫生啊，點解我個爸爸個面部咧皮膚咧比之前好睇喎？我一時答唔出啊，因為嗰個年代咧係冇美容嘅概念嚟噶。咁1979年嘅時候，我到中國睇咗報紙上咧，有個美國醫生咧俾一個外籍嘅女士針灸美容喎。咁佢睇個穴位，我好俾我好大嘅啟發，所以咧從此我就研究針灸美容。我哋而家重溫對耳屏，第二集已經我哋講過啦。對耳屏相當於我哋個腦部頭腦，有幾個穴位好重要嘅，腦幹啦、腦點啊、枕啊、太陽穴啦，喺度按摩咧可以預防咧。防治嗰個頭痛啦、頭暈啊、精神緊張啊、失眠啊、煩躁啊、抑鬱症、焦慮症，更可以安神醒腦。我經常用嚟治療抑鬱症、失眠、中風後遺症、面癱等等，效果好好啦。我哋重溫幾個重要嘅穴位，仲有咧對耳屏重要嘅幾個穴位咧就係腦幹啦，腦幹咧就係佢咧就係可以益腦安神，對腦發育不良啦，係咪精神分裂症啊、多動症啊、頭暈啊、中風後遺症啊咁，腦點啦，腦點咧就係腦垂體嘅代表區嚟嘅，你情緒病啊、焦慮病啊、負面嘅情緒、自閉症。小兒活躍症都可以，亦都可以治療內分泌相關嘅疾病喎。所以呢個穴位好好噶。枕咧就係喺呢度嘅，枕喺度。咁咧就佢嘅另一個名咧就叫做混點，頭暈混點，安身益腦，頭痛頭暈失眠多夢面癱中風後遺症呢個穴位就好好啦。2006年就係2006年嘅病人嚟噶。佢講咧1995年11年之間咧，先後中風6次，3年前咧，先後又癲癇發作7次，每次咧都係5分鐘左右啫。發作之前咧會有幻覺嘅，覺得我要頭暈啊，我頭暈啊。每次發作之後咧，非常疲倦，瞓覺唔好啊，有腸胃病啦，紀律減退啊。大便咧就正常嘅，但係咧個面色就灰暗、雙目冇神，而且好遲鈍。
個腎就好愛嘅。我經過我診治咧就知道咧，佢係中風後遺症啦，未嗰個供一粒氣質啦咁樣。咁我治療嘅目標咧就係要佢醒腦，可以疏肝解鬱，疏通經脈。咁耳針咧就取腦幹啦、腎啦、肝啊等等。每次復診咧都係攞3個穴位嘅。咁另一隻耳仔咧就貼耳仔翻去做治療。咁睇針咧就係用頭頂嘅頭針啦，由頭針啦4支嘅穴位啦。咁佢症狀逐步減輕喎，佢好咗8年之間咧冇發作，面色好好，正常工作，正常工作。佢比初產嘅時候嘅神態咧，好似第二個人，好似另一個人咁樣，真係好開心啦！針灸治療中風後遺症咧，中風後遺症本嚟咧就係3個月之內嘅後果，佢個康復嘅後果係黃金時間嘅3個月之內。但係咧，我喺臨床實踐中咧，如果配合耳針咧，3個月之後治療咧，效果同樣都理想嘅。某一個店主60歲，中風後遺症，半年後先由佢個屋企人帶嚟俾我治療。我睇佢個環質咧，即係佢偏癱嗰質咧，右側咧就癱瘓嘅，佢有水腫，個腳都腫，講唔到嘢，腦部反應好遲鈍，一切生活咧，大小便不能夠自理，家人照顧得非常辛苦，家中有人中風咧，全家都辛苦。所以我希望大家咧多按摩耳仔，增強免疫力，開心生活，唔好得病啊！如果得病咧，就好辛苦。所以我係勸大家喺呢度咧，都係勸大家要多啲按摩耳仔，按摩耳仔保健安。我從呢個店主治療咧，就係診斷咧，佢由中風後遺症啦、偏癱啦、失語唔講得嘢。咁我主要咧就係醒腦開竅啦，疏通經絡啦，調和氣血啦，化痰祛濕。咁我取嘅穴位咧就腦幹穴、枕穴，開竅醒腦，活血去瘀。咁仲有加一個腎咧，我哋腎係生命之本啊，可以滋補我哋嘅腦髓啦，強壯我哋優脊椎啦、優脊啦。好啦，肝除咗肝，就肝藏血主筋，舒筋活絡，對手腳麻痹、面痙攣咧都有一定嘅療效啊。仲有一個皮質下喎，皮質下就喺呢度啦，皮質下喺呢度，喺呢度，可以調節大腦皮質興奮係啊，同埋壓制功能失調嘅疾病喎，啲疾病。對消化系統啊，有心腦血管病啊，神經系統啊，都有一定嘅效果。每次咧嗰度處插3針，另一個穴位咧，另一邊就刺耳仔，睇針咧就百會啦、四神聰啦、曲池啦、手心里啊、合谷啊、陽陵泉啊、足三里、心陰交啊。治療5次之後咧，嗰啲工人咧幫佢轉身清潔，已經冇咁重啦。佢嘅腦部反應開始靈敏啊！一個療程未晒咧，未完晒，佢已經可以從着內褲，由工人咧扶住佢去廁所。第3個療程未完啊，第一做咗25次咋，佢已經到店入邊咧，佢視察講睇個業務啦。咁睇到冇個物件嘅時候，佢就覺得佢就鬧嗰啲職員，我以前都唔係賣呢個價。咁嗰啲職員就好驚啊！哇，咩醫生呢度佢咁醒啊？店主開始上班啦，坐喺櫃台收錢，可以用各國嘅語言同客人交流，好開心。我到外國度假嘅時候咧，
俾優錢治療一個腦中風後遺症嘅偏癱嘅患者，3個月啦，瞓喺病床上做物理治療，已經同樣身體不能唔可以轉身嘅，轉走身。嗰啲家人知道我經過啦，咁咧就接老人家翻屋企，咁又我就幫佢治療咗20次。呢個老人家可以自己下床，生活可以自理啦。喺南美洲旅遊，有一位面癱嘅中年婦女，由華人老闆娘帶嚟見我。患者同我講，佢病發已經3日啦，第一日即係就走揾醫生睇，醫生教佢翻屋企食香口膠，但係一日都咬住香口膠。佢話我咬咗2日啦，牙都咬軟咗啦，都冇效啊，所以先揾華人朋友咧帶嚟見我。患者嗰個面部咧偏癱係好嚴重嘅偏癱，佢感覺咧嗰啲面部嘅神經嗰啲肌肉咧向佢個頸後邊拉得好緊，飲水困難，飲水都滴水滴出嚟。我經過對佢嘅視察之後咧，呢個患者咧面部個受宮藏邪氣入侵，導致佢個經耳孔入邊咧面神經缺血流痙攣。我即刻俾喺耳仔放一條出嚟，佢即刻感到頸部輕鬆咗。佢好驚啊！同華人朋友講，佢好似喺度玩魔術，並不是面部咧佢咁面癱咧即刻就恢復，唔係，而係要經過我嘅耳針啦、體針治療，好快就恢復啦。喺一個酒會上相遇咧，佢面部有光澤好靚，再加搽啲粉啦，哇！比病之前就係好似第二個人咁樣。我睇咗呢個好靚嘅睇嗰啲病人咧，哇！我真係好感恩，好感恩，感恩我哋嘅中醫學嘅祖祖宗，我祖宗嘅中醫學，我真係好感恩。從醫學嘅解剖學嚟睇咧，神經嘅支配非常豐富，有脊椎頸啲2、3、4段咧相連嘅神經嘅身體神經，又同腦部相連嘅腦神經，耳穴中嘅對腦幹啊、枕啊，就喺我哋嘅對耳屏入邊有腦神經線嘅。針刺睇完咧，耳穴咧有關嘅穴位，佢個經脈可以互相感應，調節虛實，使我哋人體咧保持到平衡，所以治病有更加好嘅效果，即係體針同耳針配合效果好。我哋中國個針灸專家做咗好多嘅研究耳穴同臟腑臟象學嘅密切嘅關係，所以我好感恩將專家們嘅努力。周生佢同意我叫佢周生。中風後遺症有2位家人扶住去入嚟我診所，喺治療期間咧，我就問佢邊個介紹你嚟揾我噶？佢講喺醫院，我哋住醫院咧，就喺病房中有一個病人咧，佢個親戚嚟睇你都好咗啊！我話佢個朋友咧，呢個朋友咧可以開車啦。哇！嗰啲人好，聽咗之後咧，周生出年第一時間就嚟揾我啦。係啦，周生康復咗之後咧，佢每年春節咧都送啲賀年禮品到我哋診所，至今冇間斷過，已經10幾年啦。
哇！我喺呢度咧，真係好感謝周生。有一日，周生同我講，我介紹朋友嚟睇病，朋友睇卡片，話老周啊，你點樣要我去美容啊？醫生啊，你卡片上佢點解加美容兩個字咧？咁我就聽佢講，把雅型針灸美容院去咗改咗雅型針灸院。好多謝周生。今日咧我就談傾到呢啲啦，談到呢度啦。咁大家要多啲按摩、耳仔保健，多啲早動、健康飲食，開心過埋一日，每一日啦。咁下一節咧，我哋談抑鬱症、皮膚病。我仲會介紹我哋嘅乳洲相當於我哋嘅上肢，相當我哋上肢啊，咁咧亦都有主要嘅穴位要介紹嘅，所以我哋下一次再見啦，拜拜。